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前一阵啊，伫个台南的盐田出现着倒起来的水母，都亲像花蕊开花同款。啊，最近伫个将军区的青山渔港嘛出现这种倒起来的水母，讲这种的现象可能甲海流的变化有关系。真侪游客专工走去看。 真侪只水母伫个内底游水，这是最近伫个将军区青山渔港出现的倒起水母。前一阵嘛，冇伫个盐田出现。这个水母啦，是进前的蓝人类啦，啊来看是真特殊啦。阮也真囡仔，到即马阮嘛真少看到这种现象啦。水母平常时啊，随海洋流动，即摆伫个渔港附近看到这种水母，可能是和海流变化有关系。这规定的倒起水母，一蕊一蕊就亲像花蕊同款，画面是真遐快，嘛可能伫个后摆的海潮过会阁无去。可能要等那个大潮水的时候才会不见。 特殊的倒起水母伫咧渔港出现，里面环境外地游客来遮欣赏，除了会当看到古水的水母，嘛会当伫咧沿海附近了解地方特色，顺续者青昆新的在地冰山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